2026年9月份生活聖言。愛不加害於人，所以愛就是法律的滿全。羅馬書13章10節。可以命令一個人去愛嗎？如果我哋以為愛係一種情感，咁顯然係唔可能嘅。反而，如果我哋將愛理解為天主嘅恩賜，情況就唔一樣。保祿寫俾羅馬人嘅書信中，綜合咗以上呢一句生活聖言，正係描述咗法律同愛之間嘅關係，並且確認愛係法律嘅滿全。書信嘅前部分，佢向我哋揭示咗呢一份愛嘅源頭。基督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就為我們死了，這證明了天主怎樣愛我們。羅馬書5章8節。另外，若望一書亦都指出，愛就在於此，不是我們愛了天主，而是他愛了我們，且打發自己的兒子為我們做贖罪祭。若望一書4章10節。愛不加害於人，所以愛就是法律的滿全。羅馬書13章10節。我哋冇一個人能夠俾其他人自己冇嘅嘢。聖奧斯定好早就明白咗呢一點，佢曾經直接咁祈求天主話：請給予你所吩咐嘅，並且吩咐你所願意嘅。我哋已經得到咗呢一份無比珍貴嘅恩寵，天主嘅愛。我哋亦都蒙召唔可以保留捉住唔放，反而要傳播呢一份愛。我哋係被天主所愛嘅人，而我哋可以從接受者蒙召成為愛嘅賜予者，從而參與聖父、聖子同埋聖神本身嘅生命，愛人者、被愛者同埋愛嘅本身。保祿向我哋保證，除咗彼此相愛之外，我哋唔再欠人乜嘢，因為邊個愛別人就係滿全咗法律。愛不加害於人，所以愛就是法律的滿全。羅馬書13章10節。盧加納肯定咁講，真心愛近人嘅就唔會做任何不義嘅事。因而使我哋遵守天主嘅一切誡命，無一例外。因為誡命嘅首要目的就係使我哋避免一切可能對自己同對我哋嘅兄弟姊妹造成傷害嘅事。由此可以咁樣理解，法律嘅誡命更係天主愛情嘅恩賜，而唔係一種義務。誡命唔強迫我哋去愛，而係將愛完全釋放出嚟。愛不加害於人，所以愛就是法律的滿全。羅馬書13章10節。要達到實現呢一種滿全，愛近人嘅第一步就係唔好傷害其他人。另外，我哋需要喺愛中發揮創意。教宗方濟各提醒我哋，僅僅唔傷害近人係唔夠嘅，我哋必須選擇行善，好好咁把握機會，見證我哋係耶穌嘅門徒。咁樣，我哋應該點樣實踐呢一句生活聖言呢？
讓我哋將愛重新擺喺生活嘅中心。好似耶穌咁樣，用實際行動去愛其他人，佢係滿全嘅愛，完全奉獻俾天主同埋人類。我哋喺佢身上可以學習到何等崇高嘅愛。愛不加害於人，所以愛就是法律的滿全。羅馬書13章10節。蘇格蘭女青年杜麗斯話俾我哋聽，我哋定期探訪無家可歸者收容所，讓我哋進入咗一個同自己嘅天地截然不同嘅世界。我知道重要嘅唔係我感受到乜嘢，而係去愛。有一日，一位臉上帶住深深悲傷嘅男士同我傾訴，佢感到悲痛欲絕，甚至已經準備去結束生命。我只係靜靜咁聽佢講嘢，然後我哋分享咗一份三文治，同埋飲咗一杯咖啡。我明白到聆聽同埋陪伴已經係一種展現愛嘅方式。到咗要離開嘅時候，佢緊緊咁擁抱住我，對我微笑咁講：我哋剛才喺一齊係非常重要嘅時刻，唔單止對佢，亦都包括所有喺收容所嘅人。我感受到愛嘅巨大力量，或者我冇拯救咗佢，但係佢嘅感恩讓我充滿咗喜悅。而單單呢一點已經威力無比。愛不加害於人，所以愛就是法律的滿全。羅馬書13章10節。